慢慢会耍猴戏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变高人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耍猴戏，由训练者指挥已经驯服的猴子表演的杂耍，使花招作弄人。用力，伊正经工课唔做，规日就伫遐变高人。他正经工作不做，整天就在那里耍花样作弄人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